各位郑老师，各位店员，大家早。我针对天文师德、都市的风水、市政事务的改革，以及咱店面的改革，咱分会理事长的邀请，会当伫早起这个讲座来甲咱结缘，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么，伫这个课题内底我想要甲咱报告的，就是有关于一贯道伊的内涵。甲信仰的好处是啥物呢？那么在座各位虽然伫这个讲座来听，咱这个录影带会流传去外口，流传去外口。那么伫这外口内底对咱一贯道这了解可能无咱遐尔做遐尔好安尼吼。那么因此，伫那里伫咱这个讲座的报告以外，为咱家己内涵知影。来介绍一个互社会人士知影，所以我要报告的课题就是信仰一贯道的内涵甲好处是啥物事。那么各位，一贯道到目前为止也都是互人感觉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一个宗教信仰，非常神秘加神秘。感觉讲这个宗教到底是咧创啥？伊传的是啥物物件？伊做的是啥物工课？感觉奇怪咧，有当时还佫做用诚心邀请人去看，有当时还佫无爱人知影咧。所以，对社会人对各位有看到电视的人应该会感觉这一贯道也感觉真神秘。但是一贯道，互人会感觉历史以来几个10年来，咱对民间的误解，甲政府的改进，这段真辛苦的路程咱大家拢行过。过去一贯道，互人批评，互人指教，上好听讲压两道，上歹听讲趁3顿5咧拜。这是一贯道伫民间人误解诚深的所在。但是各位，对咱的政府，对咱的民情，对咱的风俗，是绝对无容忍讲假身裸体来拜拜，这无可能。尤其一贯道的地亲。真容易去导人就是讲带你的亲情朋友，带你的爸爸妈妈来就道。咱来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做妈妈的绝对无讲头壳歹去带查某囝来遮赤身裸体拜拜。这是上界会当有咱的证明讲，一贯道会通讲咱赤身裸体咧拜原因就是因为咱咧传三宝传下的过程内底袂使互看。袂用咧互知影，所以人请外口就甲咱风声，为什么袂当看？其实在历代以来传法拢是秘密的，传话是秘传的，这是为家来。那因为咱这个道有咱的艰险，拢是为大陆千辛万苦，从咱师尊师母的代表过来台湾办道，来传道，所以。就沾染着就是讲大陆甲咱台湾的这个色彩，所以政府甲咱定居真久的时间。不过针对这个课咱一贯道内底讲这课，就针对这个课也袂歹，安那袂歹讲因何结合，因为久报纸就甲咱宣传，迄种唔免开广告去的，但是。对嘛久就甲咱报讲这一贯道用掠着一版拢几落万呢？即个咱报讲建筑落成敢若牵一版就要30几万呢，甲咱牵几落工拢免钱，看咱6年来我趁偌多，你甲想看嘛？敢若趁这广告费趁不少。所以咱伫咧传道，咱伫幕后非常的辛苦，伫咧做，目前有政府嘛，因为伊请者去牵报纸咱伫咧传道，咱伫幕后非常的辛苦，伫咧做，目前有政府嘛，因为伊请者去牵报纸咱嘛诚出名。虽然大家一直半解讲这是一贯道，是压两教，是赤身裸体咧拜，迄拢无妨。
迄甲咱的修行拢无关系。咱嘛是照常为20-30当以来修行修到遮尔啊好，对社会嘛是热烈伫咧贡献啊。咱就是因为报纸刊，因为人批评，因为人讲，啊，大家无了解，咱就无做，无啦。咱共款足认真伫咧做，这是咱爱认识的讲，一贯道伊哪有遮尔啊侪人咧信仰？一贯道伫即个社会扮演的角色，哪有遐侪人认同？哦，那一般社会讲信徒哪会遐做？只要拢是一贯道伊有内涵，伊有好处，大家才咧信。不过在座各位道亲咱爱知影吼，咱一贯道以民国76年，就讲用政府立案了后，那么咱就为无后行向无前。过去哦，若讲食菜，若讲修行，爱讲较细声淡薄。咱若去无数习惯的所在食饭，啊，若要讲买一饭买一菜，啊讲啊你哪安尼食？无啦，我食菜啊，甲食菜无啥同款。食菜啊较细，啊食菜较大，你知？吼，啊，即摆咱讲食菜，啊，较早若人去做兵，还是去创啥？去倒位参加活动，讲你信啥？无啦，我都信佛教。啊，上古早讲话要信道教，因为咱古早伫咱理事长经过上前人大德啊，伊甲咱有参加道教会，所以上古早咱是道教，吼，也未改正以前咱就挖过一站道教。即后人讲咱是佛教，咱讲是道教，其实实在拢毋是，咱叫做一贯道。啊，咱怎啊为无情行向无后，行向无情，就向头前来推演，所以才有今仔日即个工作。希望讲透过即个录影带，希望透过咱即个工作，互咱的社会人士知影咱一贯道是啥物物件。但是在座各位你一定要会记哦，要互社会肯定咱一贯道，要互社会知影咱一贯道的好处哦。上简单的一条路，上简单的一个速度，就是讲咱家己家己做好，咱家己家己修好，咱家己甲厝边做条，安尼甲斗好来，安尼吼，安尼就一贯道咧推动就紧啦。各位工作的人，各位恁就看录影带的人拢同款吼，可能你的厝边这条拢有一贯道的地主，有一贯道的道亲。啊，你若听到道亲，看到道亲讲，哎哟，这个人都袂歹，有影人信迄吼修养袂歹。啊，你若一讲到毋甲人做到烧麻冤家牛罪吼，就讲啊，我看迄道吼，你讲什么一贯吼，一贯道吼，我看是差不多啦。无偌济啦，但我也办餐厅啦，人我无信别行，也无咧创啥，也无咧食菜吼，修养也未比伊较差，所以这个啊可能一个误解，吼，因为都是真宗教，都是真知性的，不过个人的修养吼，也个有差别。所以我希望咯，咱的道亲咱在做，一定爱安啊，家己本身修好，啊，佮甲厝边这条吼，啊下来。安尼这个道啊，才有法度为咱为无后行向无情的这个当下，人才会甲咱成立。所以咱三宝团体内底，咱讲这个活动安尼做啊，这个活动做起来或者圆满嘛，或者附加种合适，咱安尼嘛合适啦。不过咱这个合适是安怎？一个圆融包容。咱若袂晓圆融甲包容，那这一贯道你安怎向无后向无情，为无后向无情去推动，这是足要紧的。所以咱即马出门。咱爱谨记在心，尤其咱若穿这恤衫吼，足新鲜的，足奇怪，人会拢甲你问讲，啊你是保险公司的哟，啊你是毋是保险公司的？讲我毋是咧，我讲做上天的保险公司啦，上天的保险公司你知？因为咱求道有啥物好处？求道有好处就是讲会超生了死的道在这下来嘛，这咱大家拢知啊。会互咱内心灵的内在得到解脱，会互咱这个身躯的本性完全灵魂解脱，或者超生了死。啊，会互咱的这个在生的灾劫灾难，会当透过咱的信仰、咱的精神老母娘、咱的本尊弥勒佛、咱的真济咱有敬仰的神，甲咱庇佑、甲咱化解。啊，透过安尼，咱若无做好，哇，啊就麻烦啦。所以这个咱民间唔知影，咱大家爱来推动，为咱家己做好上要紧。所以对于民间的误解也好，政府的改进也好，这几年来咱大家拢对于预热在做。
那个有一点就是讲，咱过去时啊，过去拢是日日经营啊，日日经营就是讲点点啊来做。过去咱啊有去高丽，有去养老院，有去社会公益团体，咱若去捐钱，嘛唔敢写一贯道呢。安怎你知影无？因惊抓啦，我嘛唔敢啊。过去我嘛唔敢，我嘛写我的名，写公司的名，我嘛唔敢写一贯道单收名，干遐好大，怎么写安尼念心就来抓去啦。但是政府改进了，咱社会稳定，所以咱就公开来活动啊，公开活动做了足济工课，所以在座各位，咱诚心的坚持啊，咱若有对社会做公益事业，一定要办一个一贯道总会，一贯道总会。代表我们的团体，代表我们的道，代表咱的道，代表咱的团队，安尼才合作真正日日经营啊，以至甲啥，甲合作整体性的观念，整体性的推动，那么才会当得到社会的领导。这是就为再来做开头，但是各位唔通袂记得讲，这是咱的尊严，是咱的尊民代表啊，非常的辛苦。从咱时政事务的代表为代表以至甲来台湾办道，非常的辛酸苦涩，费肝换来结晶，咱爱来珍惜。安怎讲爱来珍惜呢？咱若无珍惜，社会人无甲咱认同，咱的家庭无甲咱认同，咱的修道无人甲咱认同。各位，安尼做修这道啊，毋是一贯道。或者咱台语讲啊，叫高缺道啦，高缺道恁知无？修到高缺，也无亲情，也无朋友，也无做边，也无隔壁，50、60亲情，80、90岁拢无啊，剩咱家一个安尼的时阵那这就很麻烦了，就真麻烦。咱一贯都是一个真宽容、真包容的宗教信仰，希望讲咱按家来用心对咱时政事务的代表。认真对咱前贤的辛苦的迄个结晶，安尼咱向社会来讲，咱一贯都是好，人会肯定；咱向社会来讲，咱一贯都是赞的，人会甲咱认同。那么按遮咱好好来甲伊珍惜，这是足要紧。那么再来就是讲，虽然咱是公开，虽然咱是已经对社会有淡薄这个或者名望尤其最近咱的道场一直听到咱政府的首长种种来甲咱活动哇，感觉名声真好。不过社会人士对一贯道的宗旨、甲伊的活动内容、甲伊传发的内涵，也是一知半解。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真侪学者你甲讲一贯道，就讲一贯道听说过，捌听过，伊是咧创啥？有当时咱嘛才临时向良说，唔知你安怎甲伊讲咧？讲一贯道是安怎？向良要甲讲就讲一贯道是安怎爱照咱一贯道的宗旨安尼甲伊甲伊念互伊听，正听道无心灵，讲修无，念了后听伊讲怪怪，你来信甲这尔好多机械化科技化，其实在希望讲今仔日借这个机会。做这个讲座，做这个录影，会当来讲咱一贯道的内涵是啥？讲咱一贯道对社会活动的经营是啥？讲咱一贯道伊伫咧传发的过程又是啥？那么首先就要来甲咱讲一贯道的名称。一贯道名称按倒来？一贯道名称按2条线索来，两条线索。对文化传承来讲，文化传承来讲的话，伊是按孔子甲颜回颜夫子的一个对话来。有一天孔夫子叫颜渊来伊讲这个我道一以贯之，这句话伫四都真出名。时常互咱一贯道的弟子提起要讲的讲一贯道就是我道一以贯之，但是。这个是伫文化传承是对的，如果你传发的传承内底伊要有淡薄缺失。缺失的所在就是讲，这几千年来，毋是一贯道一直传来，是伫16代祖才传来。
就是在文化传承上是对的，传法的传承上啊还是有缺失。所以另外有一间一个树枝啊，专门做政务班的这个讲座啊，拄着王邦雄教授，他每一次伊就讲。伊讲足奇怪，一贯道地主来到我研究树枝这个条目啊，就提讲我都一律关注这个题目来问我，啊无就问讲表面道实事可以安怎讲？伊讲足奇怪，这一贯道的这个信徒地主才会拢安尼，这就是咱对这句话啊有一知半解。啊，这句话是不是成立？可以，如我后啊拄则有报过啊，讲叫传承上或者啥，传承上或者。文化传承是合理的，但是传法上应该按个深入去了解，安尼才好去真正了解。那么这一贯道为倒位啊来，为倒位啊传承，就是为15大祖，清末明初啊，咱的这个民国初年甲清朝末年中间，咱的15大祖王杰一咱一贯道传承内底15大祖师王甲一，目前伫学界学界啊，对咱师尊师母无印象，因为咱师尊师母无译作，没有著作书本啊，没有书本经典流逝。唯一有做译作近代有关咱一贯道的经册啊，就是15大祖师王甲一。伊中有著理数合解、历年夜历历年夜历，还佫有一贯探源谈经录、多书48份，这种种这典籍，和学界真认同。所以目前伫研究宗教的学者，若讲王杰伊讲历史学就是比这支的，伊讲一贯道啊有真侪理论会带伫这个所在。徛的条卡啦，国语讲叫做站得住脚。那么伫一贯探源内底有讲一句话，讲吴太洪三结一贯。吴太皇三奇一贯，所以名这一贯道，它是在传道。那么这吴太皇三结一贯又是什么意思？吴太皇三结一贯，才会当展现着咱佛堂的设备。咱的佛堂设备有无？咱的女灯或者武则灯，咱的迄边迄边花灯或者啥，或者太极灯有无？咱的这边这花灯或者抢天的灯，其实咱唔是在抢劫或者皇劫，皇旗是皇帝的皇才对如果您以前有讲抢劫，都是讲唔对的，要改进，要改进。那么吴太皇三劫就是武劫、太劫、皇劫，甲伊串做一会，或者一贯。就是讲，咱这个道是安怎来？为天、为宇宙里天一路来到人世间呢？这个一条金线贯穿来，安怎做一贯道？按安这来理解，咱传法的过程就无瑕疵啊，就无弊病啊。安尼社会啊，咱要个社会人士知影，尤其咱在座有看到录影带的人，要了解一贯道，一定要为这个所在如此。来了解伊的精神甲内涵是啥？咱武局就是讲武局理天，武局理天，即讲无形无相无声无头的所在。若气天就是讲咱看会到这个看会到这气象界，看会到这个咱要包括星球这拢是。方局就是咱这个所在，地球的地方啊，
宋朝理学家就把这个所在讲做黄极黄极，黄极就是有形有象。那么为武极、太极、黄极会当来造成讲三极一贯，甲理天、气天、强天安尼串联起来，就是讲咱的本性，来自理天武极，来到经过到气天，来到这个人世间的历史去。如果会当经过一贯道的名师传法，这个三宝了后，伫这个方式来修持，会当会当反气入理，反气甲这个气病啊，把咱这个所感染着气质这款物件拢来去除掉，咱的本性同款会当归本位或者理天的世界，这是按家来做解释。那么由办道的理想来讲，咱是要做天人合一，哦，武太洪三极一贯啊，讲起来就是要做天人合一。那么这个天人合一啊，是安怎讲？如果咱各位有思考有想，咱即摆办道的精神啊，你甲伊了解，咱甲伊写来就知影吼。这边属天的部分，这边属人的部分，各位有注意到无？哦，一边是天，一边是人。按咱呢，刘太洪三极，武极理天，咱的信仰就是咱中尊有写灵灵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对吧？咱来，尤其来这个心理讲堂啊，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老母的全名啊，老母的全名、全含名就是灵灵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赞。这就是咱一讲道咧讲的老母，伊含义伫遮。所以为武极开始啊，这灵灵上帝啊，安尼咱简称或者老母。或者老母啊，我拢定来安尼解释，各位可能捌听过。因为中国人对这个庙啊，非常的这个敬重。就咱出世来讲，咱先到妈妈巴肚来10个月，哦，咱到爸来巴肚来10个月，所以对妈妈拢特别较亲切。啊，美国人是父权社会比较重吼，所以因离婚啊种吼，甲大汉甲细汉哦，妈妈换不落的安尼，所以因的上帝啊对啥？因为上帝啊，这天赋哈，咱的上帝啊，对啥？老母是共的啦，是共的所以真心切的代志真心切。所以他们的上帝叫天父我们的上帝啊，叫老母。其实在咱中国人有拜老母无？恁看，中国人有拜上帝无？有啦恁捌拜无？你是伫佛堂寺了都拜，恁以前捌拜无？我讲以前捌拜无？唔捌啦，捌敢捌？安怎拜？拜天公，有人讲拜天公。其实在咱中国人拜上帝拜甲拢唔知黑白拜，黑白拜安怎拜你知无？因为咱过去啊，咱中国社会啊是皇帝制度，你知无？皇帝制度就讲天主。所以伫咧咱的数字内底讲，斋戒沐浴可以啊，事上帝会当拜上帝。你知影孔子以前是做大官，你知影伊对皇帝去拜上帝会当有斋戒沐浴，民间袂当拜。民间拜要去拜天公。安怎讲？因为咱的皇帝对啥？天主。天主拜上帝。安尼嘛，才变拜天地安尼。
一对拜上帝，所以话咱对拜天地安尼，啊，咱是天主的子民哦，咱对天孙那个，咱对天孙咧，啊，天孙拜天公就对啊。你对啊，这理论是对啊，合理的啊。你慢慢啊，等于思考，这是中国人老的所在啊。所以讲，对啊，老早咱就咧拜老母，老早咱就咧拜上帝，咱就是拜甲唔知，啊拜天公，对啊。啊，大家拢讲天公送对龙，拜天公，那合理啦，迄是天天的主神嘛。啊，那理论的主神哦，绝对是上帝，这一定的嘛。所以，见到伊就是按这个信仰主神为老母开始。那老母开始以来，咱伫这个所在未是要叫什么人来带咱转去。就讲啊，电视镜头前会在解决啊。咱伫人世，咱大家拢未是啊，贪金痴爱啊，尤其即马文明社会啊，什么毋是对咱的？什么毋是互咱简单的放不来？那么你要安怎办？你要安怎离开？你要安怎种种啊？你拢爱透过办法的思虑，爱透过修持的功夫，爱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安尼你唔才有法度真正讲，大家讲伫这个现代社会伫咧修行啊，老海甲那去挂目镜，去开挂去调车，啊去。食足好，啊，毋过心地诚善良，修养修诚强，啊，修行修诚好，啊，对人嘛是安尼像古早和尚啊，古早的个大佛大师啊，要去度人救世同款。虽然咱是穿西装，插着无剃头，无穿这个都戴好安尼啊。啊，什么拢同款，什么心地拢同款，这就是一讲到行入人世间道道，啊，就完成咱多数就是你的负责。你包括这个理解的，那么理解的，主神的形式。那么今天你透过这个教头，咱来介绍讲伊的内涵是啥？为什么咱要用这尊？传统的佛家，你的佛像不是这尊，你的佛像是非常的庄严，跟咱普通佛教迄个佛像是正同款。但是咱那个用这尊，这是不是咱选择的啊？不是咱一贯都来选择出来。人世间伫宋朝以后一段时间，就拢用这尊代表。啊，就是在就阿每一摆若讲到这个课格一贯都去啥哩，就要咱们就多做这个佛像，不但代表在。你就说，那用这个佛像来示现人世间，就是讲以后我的地主爱像我安尼来修。以后要做我的地主的人，你就爱像我安尼，像我安怎看我这尊像，你就知影我安怎修。你看释迦佛，你就知影你爱安怎修。头毛爱互遮做修，爱苦修，爱无到三角，大家佢拢看现现。哦，爱等下点做，哦，爱修行，爱开悟。啊，咱每个佛唔是啊，无头毛，哦，啊笑。啊！你看伊那衫是毋是无钱通买去买开布抽水去？啊！你洗衫摆连抽水也穿袂落安尼，毋是抽水的啦。这尊佛像吼，头啊无头毛的意思就是讲，咱伫现代这个社会，要修行同款爱无烦恼，爱修到什么程度？爱修到无烦恼。这古早人讲这头毛这3000烦恼丝啦。伊讲你看我无烦恼，你甲看。啊，你要做我的地主，哪会使烦恼？安答无？讲伊安知无？安尼我看请因遮主事的人去请一个剃头师傅来，等下拢爱剃头。我讲足奇怪，你知影吼？足奇怪吼！咱释迦佛的佛像无剃头，你知无？无剃分的。啊，因的地主拢剃头。啊，咱女的祖师无头毛，咱是的地主拢老海干啦。你们这种石头或剪头单，足奇怪。啊，其实佛像就是让我们开悟嘛，佛像就互咱开悟嘛，对不？啊，所以希望讲咱啊知影，啊过来，伫这个现代社会代志足多，哦，交别计较，过去一世人实在无30个人啦，实在无30个朋友，过去是钟头哦，一世人若无出这个钟头哦，实在无30个朋友。今仔吼，一个月交新朋友交30-40个。一世人吼，实在过千的这个人数，你看你们这样
咱秘密场甲人讲话嘛，一定爱笑。伊讲你要修道，要出门，要甲人聚集，爱笑，爱满面笑容。啊，人要无烦恼，要有笑容啊，安怎？爱心胸坦白。所以一贯道的地主修持的就是心胸坦白。心胸坦白，甲佫无够，你知无？爱佫安怎？爱佫度量广大。伊讲你看我巴肚拢看会到，有无？这啊佫度佗佗心胸大，坦白，度量大。哦，啊度量大，爱佫安怎？爱佫会晓用。有翘脚无？你看有翘脚无？有啦，那也没有，翘一脚脚那也没有，而且前面翘一脚脚都没有。哦，一脚翘脚，啊一脚盘水，迄什么意思？你知无？行也爱修，用也爱用啦。唔通顾无用啦。啊，你有注意无？迄翘脚迄寒佛珠，啊，佮摕布袋，你有看到无？摕佛珠什么意思？寒布袋什么意思？行爱修，钱也爱赚嘛。你听啊，你知无？咱一贯道的地主，咱嘛家己赚，家己食，啊家己做，啊成功了，员工食家己添养力啊。所以伫这个社会，一贯道之所以用肯定，就是咱拢牺牲奉献啦。这大社会咱会当直接讲，咱有钱家己食饭家己，啊去做别人的工课啊。哦，去斗做工课就是安尼嘛。啊，所以你来看讲，以这个咱的免疫力区的互相安尼一路来，互咱感觉到是啥？无烦恼。真笑容，心胸坦白，度量广大，哦，人感觉真用，不过刀嘛要收，钱嘛要赚，对无？对，甲咱现实这个咱做伊的地主，拢相像就对啦，完全共款，这也叫天人合一。你着做出来人世间实现，就是一路对科技、对社会无败欠，共款着这个社会伫咧走动，但是你的事业安怎经营拢无要紧，你安怎做拢无要紧。但是你都爱修，你才会当超生了事。所以，咱足侪企业家嘛，哦，大家嘛，这大家拢知影，长荣航空的董事长张荣发典传师，你拢大家拢捌，也都足侪念不完啦。哦，这是较代表性。企业家用南部政府的董事长，啊，姚伟年姚董事长嘛是咱的典传师啊，这种大企业啊。啊，因那会听牺牲奉献，就是伊对一贯道的内涵有了解，所以各位祖师来，啊，就还有师尊，咱讲话这老师，啊有如意菩萨，这是天的部分，啊天的部分才教互人，教互咱师尊师母，哦，啊各位恁即摆就感觉奇怪，咱讲啊，咱咧拜拜，咱会拜遐济，哦，咱有拜阴阳上帝，啊有拜咱的华有师尊如意菩萨，有拜咱的师尊师母，有拜咱的祖祭祖先。这就是一贯道啊！对天、对人、对祖先尊敬的所在。那么安尼，咱按照天啊转互人，所以咱的师尊师父来传道。师尊师父一个人袂当传全世界，只互真人来代表来传道，互咱的典传师来代表来传道，这是天人合一啊！天人合一。那么按这天人合一的理想，为五太极啊、五太洪三极一贯的理念来。叫人来这人世间修办道，来这人世间磨练，来这是人世间得到了，会当透过咱祖师的心法，安那得到超生了死的门路，安尼登去无极理天，或者三极一贯。啊，这也是人世间吼理想带动世界人间净土的事业。假使各位，咱即摆啦，真正有法度，将你的祖师的心法贴下的话。那么，咱也无烦恼啊，逐工笑，哦，心胸也坦白啊，道量也足大的，啊，佮趁有钱，啊，佮有修行。你看这人世间怎着都去倒位超生了死，我看大家拢大袂歹哦，敢是安尼？对无？哦，这人世间有亲像咱每个祖师这个非常的理想，我看吼，大家拢大袂歹啦。哦，所以各位，这是人间净土的实现，是咱一贯道办道啊最大的内涵就对。这点也是咱各位爱知影。那么，介绍这一贯道名称、甲内涵以外，就要甲咱报告的事情。就是讲一贯道虽然是对政府公开，伊的组织运作是公开，不过到目前为止，咱传授三宝的心法。也个是安那，也个是集团，所以
有看到咱这个录影带的前贤大德，有咱家做讲座的这个前贤，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你家己，若还未求过道的，也未过来这道场参加咱的活动的人，应该多鼓励伊来求道，多鼓励伊来进道，多鼓励伊来得三宝，来理解，来理解讲，这个一贯道伊传法的内涵是安怎？因为这个规矩。这个佛规，这个天律，这也袂当无讲即阵在电视甲你讲的。你看甲电视讲的，你会成道袂？如果在电视看到这三宝哪有效？安尼看电视若咧煮食有无？去富皮面若咧煮菜我看咱今日来嘛会食的啊。所以伫电视看到的，都伫录影带看到的传道的方式，就是即个三宝甲你讲，你若无得到老师。师尊师母心法的传授，安尼共款无效，就等于讲伫电视看到炒菜类食的共款。所以希望讲咱透过这个介绍，互咱大家理解讲一贯道是啥物货。如果你要了解一贯道，你应该来求道。有你的亲戚朋友若咧鼓励讲某人我带你来拜拜，你就甲问讲要拜啥？伊若讲求一贯道，求得三宝，你半年半工课当的，你就要参与去啦，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这是一个超生了死的机会，这是一个修行的机会，这是一个成仙成为天公了愿的机会。千万唔通去丢毒忧于不管，这失去了真大的机会。所以伊传道三宝心法，就是得到观觉印。观觉印甲你指点有真侪好处啊！拄则就讲为内在心灵的解脱。只要你得到道了，你会捉到执着。你足侪物件，你足侪想法，你拢会袂固执，会放弃。这放弃，佫毋是讲放弃事业家庭，佫对家庭会佫较照顾，事业会佫较认真。毋过你心理会真健全，这就是一贯道传法的过程，互咱得到三宝的好处。各位，咱人若要跋落楼梯上要紧的爱有啥？爱有啥？咱人若安尼楼梯出落上要紧的，你会去啥？或者气切啦。对不？其实就讲，摸一个什么物件，你摸会掉哎呦，家财无跋了。咱这个人生的过程内底有什么情节？我请问咱各位，情节就是讲，出代志赶紧来找人来帮忙，出代志赶紧来找人安怎？各位拢袂赴啊！平常时若唔烧香，临时抱卡，拢无效。临时若无甲人交陪，讲你做什么工作，我看也无法度，所以。求道，伊就是亲像讲咱人生的方向内底一个清晰，是咱人生方向的一个指标，是咱心灵解脱的一个重点。所以观觉印指明着咱灵魂的思索，指明咱修道的方针，指明咱皈依佛，咱念着佛的宗旨。而咱传法内底有传五字真经，这五字真经是非常非常的伟大。所以，若有得到讲到头就知影，无得到想到头壳大就嘛唔知。你若无爱想，我写你看来。这字你知咯？较大声诶。这字你知咯？这字诶？这两字你知咯？咁遐字。这个无字真经所以一贯道传就是传无字真经是毋是有理无理？你来求道才会知，你无来求，即世人唔知我无骗你。你若无来求道，即世人要了解这五字日本来讲马达啦，有较学淡薄啦。但是你若有求道，这五字绝对知，80%知。这五字是啥物意思？足简单足简单，咱中国人你讲上大的偌大你知道？上大的皇帝，皇帝因老爸安怎讲？或者太上皇嘛？皇帝因老母或者啥？太后嘛？皇帝因囝或者啥？太子嘛？对不？所以你甲这五字甲斗起来，安尼来读，叫做无上伟大的佛念力，无上伟大的佛念力。但是这个传法过程内底咱来知影讲，得到这个心法，咱就得到大智归依处。
咱会当从此归依着佛。哦，无经过咱伫佛堂发心发愿，咱就会当安怎？咱就会当得到祖师的接受解脱，或者将来超生了事。在世呢，会当度人来救度，感恩着佛结缘，或者功德无量。像讲你今仔日来救度了，你转去赶紧带你的朋友亲戚，你甲这个好处讲互伊听，带来甲咱们着祖师结缘，安尼嘛是功德无量。第三，透过咱的总会组织，透过咱对政府和咱的认同，帮忙社会福利，即古早人讲叫布施，布施嘛功德无量。就这拢甲加起来，就这拢甲加起来，你的灵魂、你的灵性、你的元神会当超生了死。假装咱甲伊加起来，这功德无量，伊会当安那成仙成佛都有够。这个一贯道啊，一传法啦，最重要的核心啊，也是伫咧三宝，也是伫咧这个光明，或者灵魂超生了死，成仙做佛，在生布施修行，这种种甲伊种做就好起来，或者人间净土实现。这也就是讲，咱今仔日对一贯道传道内涵的好处，咱来甲伊讲。就道有啥物条件？无啥物条件，就道10条大愿。伫咱的佛前10条大愿，这叫立愿，唔是叫咒大。或者10条大愿，这10条大愿就是讲，你从今以后要好好来修道，要好好来帮忙人，安尼尔。无啥物啥物经验讲，我一定爱安怎，爱抛妻离子，爱放下家庭，爱放下事业，绝对无。唔免惊，你入来，明仔载照食，明仔载照做，恁正甲咱叫伊爸爸，无要紧，拢无要紧的，迄拢无代志的。10条大愿你就才会当传法。若无你人钱贴到人边关，对不起，你绝对无机会好求到，绝对没机会求到，这是一定的。希望咱各位爱知影了解这是传法来的一个规矩，讲天律法啦是袂当改变的那么一贯道，要入来求道，除了10条大愿以外，就是有一个要求，讲身家清德、品行端正，如此如意有一个功德费功德费就是讲出一丝钱来印贤珠，来帮忙人，或者头一摆功德费，第2摆就无了，唔免了。这就是就道入门的条件。那么一贯道温馨，互相称呼或者道亲，这道亲。对上称呼或者贤贤，对后面叫下称呼或者先生小姐，安尼称呼。咱无像道家讲，对着讲陈道长，咱道家或者道长，咱也无讲或者道友。有这个无了解一贯道的人，拄着讲原来你若是道友，我心肝内拢想讲，死道友免去听道啊，迄个道友，我听到就足坏咧，就是来这道亲啦。所以咱若有听着讲这嘛是阮的道亲，阮的贤贤，这大上拢是一贯道的贤贤，拢是一贯道的道亲，这点嘛讲互咱了解。伊个信仰传法就是三宝心法，拄则像报过观觉用三宝，这5字你若要了解，请你来求道，你就知甲你卖关子一个啦。这咱的修行就是主张讲无禅定，唔免坐禅，唔免透过什么磨练，唔免断掉人世间的烦恼，只要你取15有形来修，你得了道，得了道了。就到透过有个里面，在祖师的慈悲有台湾，会当较好，会当较紧，所以伊个净土目前为
伊就是希望民间净土的实现。所以一贯道的地主为怎样来拍拼大人？一贯道的地主是安怎来一直赶紧来做这个社会工作，就是希望讲民间净土会当早一日来实现。希望讲这个民间啊会当相互去了这个独立，安尼相信对社会对咱心情的修养拢有帮助。那么今仔日就要真荣幸啊，会当受邀请来讲这个课题，一贯道的内涵，在于信仰一贯道的好处是啥？总归一句，一贯道是对应时应运的一个宗教，一个信仰团体。希望透过今仔日这个讲座，来对咱电视前啊前贤大德、社会人士、贤达啦，来讲到咱一贯道的内涵。希望透过这个大，会当互咱知影讲一贯道内涵原来是安尼，以后接受着咱一贯道的道亲，爱甲咱较疼惜。啊，然后接受讲有人甲你教，你唔好原地，唔好犹豫不决，咱呢就参与去求道。如果你去到现场看看，若无感觉讲，哎呦，无我的理想，无遐紧，你搁转来，搁思考下好，后回来，搁有另外一个朋友搁甲你教，安后个姻缘又搁来啊，你爱赶紧搁求道。若失去姻缘吼，以后搁求道，我看着足麻烦。所以，这就今仔日这个时间，会当甲咱各位结缘啦，感觉非常的荣幸。伫咧遮恳求咱的老母，恳求咱的祖师，恳求咱的师尊师母，恳求咱的诸天亲戚，来祝福咱各位家庭圆满幸福，祝福咱各位圣凡宏景，事业进步。谢谢，谢谢。各位讲坛师、各位大尊，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天恩书节，以及咱前人大家的领导安排，在今日这个发挥，那么互我承受前人的指令，要来咱们各位来探讨，到底伫目前千门万道做法的时阵，到底是坊间成员正当的法门是倒位？那么第二点也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道的思想到底是倒位。第三点也来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去处又搁是在倒位。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逆的家园因这个题目，咱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厘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你的断脚。那么，各位讲坛师、各位大尊，大家好。今日就是特别天恩书节，以及咱前人大家的领导安排，在今日这个发挥，那么互我承受前人的指令，要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到底伫目前千门万道做法的时阵，到底是坊间成员正当的法门是倒位？那么第二点也来和咱各位来探讨，就是讲咱一贯道的思想到底是倒位。
第三点，也如咱各位来报告，到底咱一贯地主将来伊的去处又搁是在倒位？所以，咱这个题目叫做迈向快乐的美丽家园。有这个题目，咱就甲头尾报告第三点，大家厘清出来。就是讲一贯地主将来拢是归美的灌输。那么，为什么一贯地主将来会归这个美的灌输呢？当然要伊的因缘，甲伊的主要理由。那么头拄有讲，现在是这个千门万教做法的时阵，每一个法门拢是讲伊是正宗，每一个法门拢讲伊是殊胜，但是会当提出经济出来无？会当有真明确，初佛教二佛，二佛要教三佛，伊这个传承的证据提出来无？拢是家己安尼。家己自称讲家己是什么组什么组安尼，家己是什么所以今仔日咱一贯真理传道绝对是各位互咱有信心，因为这伫咧佛中记载2500年前，伫这个二佛甲三佛伊的交接，迄个所在就用得起啊，迄个所在就伫摩顶受记，就已经甲伊受付2500年的代志啊。所以这绝对咱就站得住脚。所以今仔日这个迈向快乐美的家园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第一点就是天龙传承美的英文。天龙来传承美的英文。那么，伊其他有真侪这个外来对咱无了解的人，听到讲咱一贯道祖师是美的佛，那么咧，伊就开始来提了美的下生经。一句话来讲，伊讲你的是56.7万年后，才下阎浮提度众生。所以，即摆来讲，你的英文是错误，但是咧，今仔咱毋是要甲伊相请，嘛毋是要甲伊辩，咱是只有要来肯定咱家己，希望咱家己顿时听到即句话，咱莫确实的明白，你的上生中记载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讲咧，这释迦的物了后。马上归你的多数，你的多数偌久？多数56.7万年，咱才要随你的下阎浮提度众生，并不是讲56.7万年后你的多数来度咱。所以讲这个论调的人，伊是家己看得无真清楚，所以咱绝对站得住脚。所以伫这个上生经内咧记载。那么我今仔日摕来和咱各位来互相探讨两本经，拢有安尼记载。第一本。就是这个大宝这边摩诃迦叶会内底有一段是安尼来记载，伊讲汝时世尊即身右手犹如金色，微妙光明，无量而之真觉神经所及，其指掌实如莲花，以摩密力顶，即如是然，密力我护着你，当来世何500岁。正法的时，你当修护和我全部目明断绝。那么就这个原文，各位，这就是咱的一个真明确交代的所在。就是讲咧，世尊伫2500年前咧讲道是讲到有一天，伊就揪出伊的右手，揪出这个右手出来啦。伊讲犹如金色，这个右手发出来跟金色的，什么金色的？是因为释迦的伊无量而之真觉极大神经所汇集的这个手。所以就是这个手的微妙光明。那么这个天台亲像莲花，伊讲手指如莲花的色来磨这个米的顶，伫咧磨顶，伫咧受记，就来讲讲米的，我护着你，我即马就甲这个未来天运甲你护着你护着你，但是当来世何500岁的时阵，正法的时，你当阵就是你爱来修护，和他全部不能断绝啦。那么底下要咱各位先来解释，什么叫做何500岁？何500岁，就是因为你这个释迦佛啦，伊了解未来，伊咧传以后这个正法的形势，伊甲伊分做5段，一段拢500年。第一个500年叫做解脱坚固期，也就是慧学坚固期，就是讲你当中大家离佛经。会当接受到佛的研究，也无去走正去，相当间照佛的研究，安尼就去修拢会成道，所以叫做解脱坚固期，也叫做慧学智慧的慧学的坚固。那么经过500年后咧，已经离佛已经500年啊，
所以那个500年中间呢，大家咧透过闪电，才会当来体会到到底当时谢金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是伫释迦佛规讲500年到1000年中间，这样子嘛，大家咧拢总一个学闪电，这个所在，你来体会了一个做如来心法。所以，到即马目前地人英文，还阁有人一个讲啊，你一贯道吼，无咧做啥，你唔对啦。其实我来讲，但讲这句话人伊唔对，伊落伍1500年，已经落伍1500年，因为这你10007条4、500到1000内底，这两阵是闪电经过。那么经过这500了后咧，五条人不可说不可说。无五条人坐到4年5，所以人讲咩啦？这就是用问的嘛。到底你是5条还未？你嘛讲做我听看嘛呢？所以人讲咧就开始啦，国别伫1000年，这个是1000年到1500年，这样叫做多元经过。这样子咧就是刚间下来上盖强盛的时阵。那么我经过500年，这样子啦，为着要刚间，为着要温习。种种呢，有一个问题，有一个接受较多种种，所以人讲咧，修正指标，修正指法，有人讲叫做塔斯经过，因为啊，离佛种起啊，就从相法，相法就咱相片一直相，相片的相法，就是讲咧，用个看佛的影响来做信仰，所以人讲啊，他啦、庙啦、寺啦，去特别多，就是看到佛，哇，就安尼一直拜，大家发心起来安尼咧。那么经过500年，这样子啦，我拜无啊，这样子啦就开始啊，叫做道经经过时，道经就是讲修正啊，这派无道啦，咱这派才有道啦，这派天然的啦，咱这派才是正宗的啦。就开始这派每一派，这派每一派，这派工作一派，这个教门工作那个教门，叫做道经经过时。那么这叫做尾啊，叫做后500年啦。先第一个、第2个、第3个、第4个，第5个，这个最后那个，所以释迦就讲，你这第5个500年过了，这样子啦，大家讲要修呢，大家讲要修正，他都有正法知道入去啊，这样子呢，就是你就要出来，修好互咱全部不能断绝咯。所以各位，咱即马大概活了已经2560几年了。就是讲释迦佛已经12560几年，将入你的英文是千真万确的，而且有经典的记载，有一个真明显的这个内容记呢。这是第一个要咱做报告，第二个要咱做报告，咱就是提了这个弥勒上升经，内底就是这个释迦佛的地主，真出名地主叫做优波离。有一天啊，听说这个演讲的时阵啊，伊心血来潮啊，伊就来问这个释迦佛嘛，伊来问释迦佛啦，伊讲，师尊啊，你讲这个阿育多就是咱弥勒的名，伊直接翻译叫做阿育多，翻译中文叫做无量性哈。你讲这个阿育多未来的做法，如果无你看伊做禅，无你看伊师傅。到了伊是做来做法，好第一段因缘啊，释迦讲哇，问了真好，伊讲提点，恁大家注意听，唔是干那伊报你听，大家拢注意听，所以伫个内底啊，要说出一段因缘，伊才讲咧，这个你莫看这爱多哦，这是禅定哦，无做禅哦，这是即马过12年后的2月15，伊会等伊的国家乡，咱较早买个讲着，伊会等伊的国家乡的来去入团哦。伊新知识，迄个更加正如陈大业上升去都是多天做天主，只要要起众生所以讲你莫看讲伊无做禅哦，你莫看伊有一套伊的特殊的方法修道方法，这就是咱今仔日一贯地主为什么咱无强调做禅？这就是你的做事的方法，咱较等下会讲着。那么伊这个中间呢，伊再个讲啊，伊讲伊波利啊，是弥勒菩萨啊，以未来世。当为众生作大归依处，各位重点就是这。这个弥勒菩萨不但讲伊等于都是多天咯，伊个是未来是众生的大归依处。众生若是要有所解脱，
众生伫这一间要定这时间，一定爱归于弥勒啊，叫做大归依处。那么一般讲，因归依弥勒菩萨者，当地世人以无上道不退转。所以咱今咱的介绍就是这样。这2500年前，如来亲口演说，假使讲伫500岁，那咱归入弥勒弟子为弥勒灌输人，伫迄个无上道，就是最高、最上、最妙这个法门内底啊，佫会当得到不退转。唔是讲咱入这个最高法门咯，讲入最高法门佫退转倒出来，安尼是无效呢。就是讲个今仔日，那咱追求弥勒。依照你的祖师的方案来修持，那么咧，就当以这个无上道得到无上道以外，各加保养就对了，挂保险不退转。这是伫佛经内底，你历上圣经内底也记载得真清楚。所以今仔日咧，咱一贯弟子咱讲，你的祖师应运普渡三途，各位对咱家己有清净。不管大人安怎讲，对咱家有尊重，而且有经典的记载，含伫多本经，今咱拢有甲咱报告，咱登记咧，不妨家己会使去参考一下呢。那么今仔日咱对了解目前是你的应运的时阵，以头了这两个类，当了解是你的应运，但是到底是你的应运将来，咱是要去倒位？咱是要去倒位？咱大家拢知无十二天，讲要等无十二天。那么到底要等无十二天，意思就讲无极就是讲个无限期，这就是真逍遥的所在。这个无极真逍遥所在，就是叫做不退转道嘛，就是无极期啊嘛。那么要去倒入去，那么其他的有其他对咱小可有偏见的宗教，伊嘛是会甲咱吓了。他讲各位，你信你的祖师啊。真正对来讲啊，你的祖师的多出天、多出净土是伫欲界第4天了。你将来才到了欲界尔呢，你还无断轮回呢。安尼你敢对？所以咧，咱有一段弟子啊，也真济看到说惊着，哎呦，这个欲界天尔。那对面的修个者啊，在对什么个，即係咱讲什么极乐世界，对什么在咱讲什么极乐世界，于是。而且啊，你用各位来报告，原来你的法门的殊胜，就是殊胜的这点，殊胜也就是殊胜的这，就是讲咧，咱每个人在修办道过程，别人认为是在家修，在家修大家拢有头路，大家拢有职业，大家拢有家庭，修到归公，修到要死的时阵，你有可能断欲无？啥物能够？你有可能把你的欲望拢放掉无？无可能。那么，既然你要归公的时阵，你的灵性中带着欲念的这个你的灵魂带着了欲念，你要交代？你在讲嘛，欲界天呢？你要交代？你带了欲念嘛？所以你的祖师早就圣经里这点，所以都要等你，安尼有注意无？你知影讲，阮这道尊后摆一定惊你家来吼，我在这等你。真正呢，今日今仔话。要来这生意讲堂，唔知影位，有真人讲，老师注意，我到中山机场等你，你看我有做方便无？做方便嘛，所以你的祖师就是知影讲，咱要回天，咱要自不退转，依咱这世根本就修袂到，绝对修袂到，所以用伊无量劫修的神经来创造一个你的净土，就是这个所在，要给咱练不退转的所在啦。真正讲，咱来咱甲多出多天，咱接受你就会给咱练不退转，咱就是咱的目的就到啊啦，就已经到啊。所以讲咧，希望各位这一点按咱来清定咱家己。那么有什么记载咧？上看我即摆就是讲咧，要来向咱各位来报告，这个你的净土的殊胜那么净土大概可以分作三类的净土。那么第一类的净土叫做究竟净土，达到某一种究竟程度为能究竟究竟净土。这个究竟净土咧，就是讲咧，诸佛来因积极无量善功德，所展现出一个用伊的功德，让庇佑众生无灾无难，这个所在叫做净土。这就是咧佛因所有的人无所嘅期待神经，会让接住一个净土，这叫做究竟净土。那么第二种嘅净土咧，就是叫做他受用净土，他是用别人去用嘅啦。
就是大乘菩萨因伫某一世内底修行，但是因并无讲免费修来成经，伊无到得一个神土，无到得一个净土，这样子呢，就是由佛来得一个净土，来互这个大乘菩萨伫迄个所在享受，这个第二叫做他时王净土。那么有一种净土，就是叫做方便入受众生的净土，方便来受众生。方便入受这个众生的净土。那么这方便入受众生净土啊，伊就是讲有真正众生，伊发大乘心，伊行菩萨道，如果伊修一世人还佫未成道，伊一世人发生，一世人修道，但是伊还佫未成道，对嘛？可是我嘛讲话伊去出专论，嘛退算是足可惜。如果我话伊像净土样子，我话伊讲。但认为如果无够多，是安怎？所以咧，这个方便入受众生净土，会甲你入受来净土，再甲你教互你去配合。咱呢个做这个净土第13点，叫做方便入受众生净土。所以就是因为有呢个这个因缘，而且甲咱教义讲，假使讲下早来就着道，修道了后，你发大乘心，发欢喜心，下早来归功，照常登记呢个净土。你一定发做欢喜心吗？一定发大乘心吗？虽然你大乘心嘛，不过你还未去做，你就猜测哪个呢？因为你大乘心发了，照常登记，就是咱各位了解。而且讲，咱伫一贯道门内底，假甲你讲一世修，一世成，有原因，有根据，唔是咱安尼跟人说口头凊彩讲甲咱骗出来，有伊个相当的依据伫遮。就是讲咧，你下当得到你的祖师。甲你入受这个净土了后咧，你的祖师随着咱的誓言就甲你教，就甲咱教好，互咱去退转，所以这就是咧，咱今仔日对你的祖师修一个修行的法门，其中之一。那么，尤其是这个你的净土上重要伊的观念就是，伫你对目睭看，有那一刹那呢。伊个关系伫迄个所在，所以伫遮要我们各位互相来合作。假使讲你10岁开始修道，你开始修道，你修90年的道，第91年你来咱道拜着，你看阮等无？无可能，因为你修90年功德无够。我话道人讲啊，前面头先讲的，今仔日来修个道，修3天，出欢喜就死去，你看咱等去无？同款会当等去，因为伊目标地爱发大乘心。大乘心，发这个大乘。第二就是咧，你个净土有你个净土以入受的这个方法和法门，就咱留伫第2节是过来这个三宝心来时，再来和咱各位来探讨那么这一节就是要来向咱各位报告，这是第一点以你个净土的实现的第一点，方便入受净土。第二个实现就是讲咧，十善报应的圣妙处就是讲咧。你的净土是最善、最妙、福报最大的所在。这释迦佛真正嘛是安尼讲，就是讲咧，释迦佛啦，把这预备因大家讲，伊讲次名道术道天啊，十善报应、圣妙福处。若我就是一小节中讲说一生多处菩萨的报应，就成就着不能中心这个。释迦佛啦，就甲这个因在地处讲伊讲这个道术道天，伊要入受的众生有一定的目标，有他一定的目标，你大家这个标准，伊就甲你入受起来。甚至咱公司，甚至咱政府机关，要推什么款人员就来有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目标，不是漫无目标所以伊才讲伊讲这个所在是修十善报应的人一段，最善最妙。福报最大人咧大，好甲偌好，你个净土到底是好甲偌好？伊讲我自细一小节来一定咱莫讲别人讲，伊有讲你个净土的好处讲袂完，各位咱来讲一小节几年无？
比如哈，你也要成人甲你算吼，所以这个一小节啊。伊讲我持续一小节的时间，拢莫讲别项道理，刚来讲你的多数多种的好处讲不完啦。而且呢，这个数目咧，伊就是讲吼，假设咱人出世10岁就死，假设啦，出世10岁就死，经过100年等11岁死，经过100年等12岁死，经过100年等13岁死，尼伊就加多个人啊，多人4000岁，多了是多个人啊，多人4000，安尼做一千节咯，安尼讲一半尔。这个100年人佫减1岁，佫100年人佫一直减到人10岁，这人分安尼一次一顿啊，安尼叫一小节。你看偌久啊，讲吼了算啊，所以安尼咱就知影讲吼，到底这个都是做咱偌好吼，咱即马家己去想象就好，看下安尼用，咱即马讲啥物都是讲偌好，讲实在啦，讲偌准就听我甲你讲了啦，都是做咱正人出家讲，伊自细直接讲完。各位，咱今日来受命的净土，心性伫倒，咱家己摕落啊，家己欢喜就好啊，是不是啊？开灯感谢咱的祖宗，就甲咱积德安尼就好啊，是不是？所以伊则讲啊，我来讲这个一生多数菩萨的报应甲十全果不能相信，那么伫这个所在就希望咱各位来解释，什么叫做一生多数菩萨？咱顶一节单师论专门师毛讲，一生多数菩萨咧，就是前日归功，后日未来中间那个多数者，叫做多数菩萨。那么前日归功释迦咧烦恼，后日是5000万年的代志咯。这个中间爱有人多数，这个多数者就是多数天主弥勒佛，就是咱弥勒多数。所以就是讲佛灭度后，由弥勒开始多数507000万年。当然，这有多出入啦讲是讲507000万年，其实这可能是当时佛经的翻译翻译成咱这边有一点出入应该是57亿6000万年啦。那么57亿6000万年是西印度话啦，在咱中国话应该是5亿7600万年啦，一差一个年，因为印度没有万，伊是个十百千、10千、百千、千千的亿啊，没有千万，所以差一个年。那么为什么讲5亿7600万呢？伊就是讲，咱念佛体，咱这个世间啦不是讲你的多数多天一天，多咱念佛体400年啦。伊一天对咱才400年啦，伊4000年，你的多数只要多住4000年，这就下念佛体啦。所以你用个400乘以360乘以4000，多5亿7600万。演算中，请稍后。这足久，真久了就对啊。这就是讲，咱这个会记哩你的净土，你的祖师的净土，伊的好处就是讲最善，寿命福报最大。这条讲用一节的时间都无法度讲完。那么第三点，咱各位报告，修你的净土，最近你的祖师来修，伊的好处是在第一，就是讲咧，咱甲祖师缘近。位嘛近，缘真近，位嘛真近。为什么讲缘近咧？因为你个祖师伊的愿，甲其他的佛无共款。其他的佛伊要十方的净土，多一个唔知。那么你个祖师伊发的愿是干那要度阎浮提众生呀？伊的愿是针对咱个咧，就是讲咱伫阎浮提遮，讲大家都是伊要度的对象。等于讲咧，你甲电波已经送到咱遮来嘛，亲像咱咧看电视、中视、台视、华视，电波已经送到咱门口来，只要咱听得真诶，咱就看会到啊，咱就感应会到啊。所以你个祖师以言上真，就是讲已经针对咱一个法律人，要度咱各位，要度咱阎浮提众生，要度咱业界众生，已经完全的精神趴伫这个所在，趴伫咱的周围。只要咱讲祖师我干嘛你度，安尼就言就失责掉，马上就接住啦。所以咱唔要讲求道很简单，只要你跟住头，用带你来去求道，用带你来接受你的祖师的受记。
就是因为我们已经拍了咱遮，这个叫缘上根，甲其他的迄个缘哦正远，伊毋是针对咱个市的，伊对别个所在、别个方向、十方的众生，那么弥勒佛伊发的愿伫这个所在，为什么呢？这内底嘛佛经有记载呢，毋是我袂讲的伊讲弥勒的本愿有安尼讲，伊讲就有众生报因乐痴，生至十身，我以时乃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讲弥勒做出本愿就是讲众生若是讲报因乐痴，这是旧的翻译啦，即嘛新这个贪嗔痴啦。就是讲众生咱把这个贪嗔痴改掉的时阵，我要伫这个人间甲众生当中成道。所以个愿就发伫咱这个阎浮提，所以叫咱上界近嘛。所以人家讲咧，咱甲弥勒祖师缘上近，那么缘甲近咧容易成熟。咱过去过讲近水楼台怎么样？先得对啦，咱因为缘甲咱上近嘛，咱上方便生熟嘛。那么这个缘定亲，可比讲伊安尼，甚至讲咱这个的对象啦，多带来咱隔壁呢佫看到足水都介意，每人讲我就带过来，因为这个隔壁上好个嘛，所以过去交相没结婚了近水楼台这缘上近嘛，这点名就这个缘啊，这伫亲家缘嘛，缘上近，上快成熟这个缘，所以就是讲咧缘上近，所有的情况。咱说比如什么十八天外，几个天外，什么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外迄个，咱弥勒祖师的净土，头拄甲咱讲说哩到，这离咱上近，伫欲界天内底第四天，甲咱上近，上近嘛要甲咱接受上近无？最近啦，所以讲咧，弥勒祖师修弥勒净土，伊的思想就是讲缘近位嘛近，那么为什么来讲？因为弥勒祖师伊当时。伊的规则修来，伊的智慧，伊的德业啦，伊的妙智慧啊！伊就是讲，为度化众生，一定要先接近众生，先接近众生，才有度来度众生。所以弥勒祖师就将伊的净土接伫迄欲界，离众生上近的所在，上近咱上好得修。但是，虽然你世间内见度人无，有无？同款度无人。你多看出来，济公师迄条心声，梦啊，等啊，等，好过咧。等无人多顺意讲，我等无人入来，是不是？等古巴等无人入来，所以你祖师不行，既然你们不来，怎么样？我去。所以将伊的净土去放在人间，就是告于咱现在应用的活动，就是咱现在应用的活动。所以讲，咱每一个活动叫做弥勒净土。如果甲这个弥勒净土，跟你甲弥勒那个弥勒净土共样就对啦。所以这是讲咧，伊互咱上界近的一个所在。但是咧，虽然弥勒净土说伫人间，众生敢知？知唔知？唔知，唔知要安怎？就爱家己出去甲你介绍所以三成人各位办事员，各位道亲，出去度人。这就是祖师的本怀，各位，咱这大人是做祖师的工作呢，是祖师的本怀，咱家推动出去。就是讲众生唔敢叫弥勒净土，你去家介绍来，发挥咱的自信来介绍大家，互大家咧，会当找到这个弥勒净土。所以今日就咱各位，咱就来讲感谢祖师的风烛，这是风烛伫遮嘛，因为净土设伫个遥遥的所在，咱就当亲近。因为阮嘛拍出快，咱恶先生，伊就是阮甲咱拍较真近，伊的威胁较真近无大紧，搁来放伫人间，搁来用这个出去度人的这个制度，这就是祖师伊的本怀，伊的本怀。那么他跟一个师傅家主嘛讲因为祖师为什么无做啥嘛？咱各位你慢慢甲体会伊的姿势，伊的姿势就是讲坐了要爬起来的第一个动作嘛，是毋是这款动作？你注意看。伊甚至咱坐禅前爬掉的，最后要爬起来是安尼立起来，就是那一个动作，最大的一个动作，就是讲咧，以你的英文不是多少字所以你的无是上边，6多万人，以你的经验内底6多万人的上边该注意这个度，伊的重点，伊的修持无同款的所在，这个所在，
所以后边呢就甲咱讲一讲，既然今日对面的祖师有遮尔好，遮尔加好处，方便入手，过来啦，电金、威亚金，过来就讲最顺、最妙、福报最大，不但看安尼了，你的净土啊，伊都有一个说，较好的说法就讲伊方便修持，伊方便修持的为什么讲伊方便修持呢？因为这个是祖师伊修办的风格，他的风范，他的风格。那么咱今日要做个美的灌输，当然咱来随着美的风范。可能咱今日要来去美国生活，你一定要接受美国的法律，你一定要承认他的法律，接受他的法律约束，你这个所在才能安顺。同款，今日一个外国人要来到咱中华民国，伊要接受咱中华民国的规律。生活方案，伊才是这个所在带了的所在。那么咱今天要做这个美的祖师的灌输，咱也是同款啊，一定要掌握到祖师的方案，一定要掌握到祖师的本怀，咱唔要到甲切合祖师的心，切合祖师的意，咱这个所在唔才会当自在，来甲祖师成为一个真好的灌输啊。所以讲呢，咱来甲看这段因缘啦这段因缘头拄有大家介绍过，咱怎么甲这个原文来念互咱知？就是你的因缘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这两点是咱足有的特色。就是讲这佛啦，这优波离来问这个问讲世尊啊，你讲这个爱多动自动作佛，但此人不修禅定，不断烦恼。佛你对讲这个人生活无疑，此人临终到底要生伫倒一个国土呢？佛则甲这个优波离讲此人将近12年后，命中必得往生到天上为天主。那么祖师为什么会选这种呢？的方案呢？为什么会这种？因为什么伊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呢？就是因为祖师伊知影讲，伊将来要入修义7条归空后2500年，这中间调到伊要来入修这中间已经叫做正合入去啊！这个时阵呢，叫做五毒世界。这个五毒世界的众生伊的修行本身拢是福报，本身拢福报啊！所以伫这个五毒世界，要来修行的人一定要加强伊这个福报，一定要加强伊福报。所以要加强伊这个福报咧，记住，所以伫六道内底有你的祖师就讲，咱知影六道就是去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地位，所以伊在迄个禅定专家化精为动，处理成功，处理立德，处理行善事，这你的福，累积你的福报，这就是祖师伊修办到一个真特殊的方法，伊真特殊的一个风格啦。所以咱今日千万岁个人讲，伊来起来做一寡善事，会叫人讲，伊讲起来处理大人，伊讲起来处理款事，有伊相当的。经济所以咱也知影了咱袂啥，伊做这摊位是，这个祖师意有吻合祖师的本来，所以咱做了会真自在，做了真欢喜，所以做了就真圆满。所以即马不管讲党政各界，既然一般都是讲真肯定、真赞叹。为什么呢？有真个足怀疑亲像迄一天。刚才大家几个教授带丹麦、挪威、几个外国的这个教授去咱动物中心访问，伊看到迄个场面遐尼大，伊看到咱迄个这种情形，伊就问讲：你伫这服务的人薪水安怎发？第一去考虑你薪水安怎发？咱种来讲，原则上完全义工、牺牲奉献，因对听了这点了，马上记起来，足肯定。因为咱一贯道大家，伊就是讲。牺牲奉献，这样我都做到这完全啦。你若讲一天1500呢咱人的心态足奇怪，一天赚你1000块呢，要外骨啦、凊彩啦、妈妈鱼啦，先是安尼讲。但是今就是无赚钱，法律上远，安尼来做大家就是做道士的，大家就做道完善的，知道完善的。所以这一点咱做出来工作非常的完善，非常的完美，就是因为咱大家已经切入做事业，摕到欢喜心，去行善。摕到欢喜心，摕到布施，摕到欢喜心，摕到精进。像今日来遮，大家法律上满，大家都精进，对不对？并无讲这种排条，讲爱出来无出来都袂用的，无这种的心态。大家拢是真欢喜的心来，所以大家就学较真济，
学到真济咧，咱就会晓，会晓了，咱自然学着，赶紧来就去度化众生，所以咧，咱的这个传道的意思会散播很紧。当然，这就是你的祖师的方式啊，有伊的原因伫咧呢，唔是咱教呢。就是唔是咱教，是祖师的原理伫遮支援，祖师的原理伫遮咧甲咱推动了。所以你摸起来讲，迄是我教呢，我等于度我的是我教。我开3间店啊是我教，迄是祖师的原理，真咧甲咱斗杀、斗推动，今仔才有哪得到安尼思想。所以讲咱爱知影吼，假使讲咱今仔若无出去度人，若无出去成功，咱咧干那做禅定来讲，叫做落入修行，修行法。那么这个修行啊，上悬修到觉智佛。就是叫做声闻甲觉智佛，伫咧十法界内底，咱拢知地狱、畜生，地狱无鬼畜生，过来阿修罗，过来人、天神、声闻、缘觉，遮咧，伫这个天神遮叫做涅槃，四圣就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那么伫这个声闻甲缘觉，就叫做修行，修行甲大乘差伫倒，就是讲自修自了，即款呢叫做修行。那么这个修行的人字无讲哦，有德也无讲哦。那么什么叫做大乘呢？大乘就进入菩萨去啊。那么进入菩萨呢，到底菩萨要做2件工作，讲伊你若体会出来，那么你就咱搁再肯定咱今仔的修道法门。因为《佛经》内底记载，菩萨你若修2项工作有做，你就叫做菩萨啦，进入菩萨的境界。第一，运智，运用你的智慧相求佛法。第二，你求得佛法，运笔下度众生，这2项工作有做叫做大乘。小乘就是运智相求佛法尔，修到边尔。大乘就是讲运你的智心去度化众生。那么请问咱各位，咱有求佛法无？有。咱有度众生无？有。所以咱咧，伫这个祖师的法门啊，安尼不知不觉吼，莫名其妙安尼应着走去菩萨境界呢，莫名其妙啊！这是咱一贯都修行实现伫遮，即个咱快乐的家庭伫遮，所以咱咧赶紧啊呐，一步一步紧挖呀，记得都遮一间紧搞啊，这是咱的修行的所在。所以讲咧，你的祖师就知影讲，假使讲若无进入这个大乘修法，那么咧，伊的果报足少，伊的果报真少，将来若要一世修、一世了结就无可能。所以咧来创造这种的，所以才讲咧，你的祖师啊，伊个不修禅定，第二不断烦恼。因为离开众生无道好修，离开众生无人好道，所以既然咁要受众生，一定爱亲近众生来接近众生，接近众生对众生上近，对众生缘上近。咱家己的家庭人嘛，咱家己的某囝嘛，缘上近嘛，缘近也做咱的某，缘近也做咱的囝，缘近也做咱的翁，是不是？缘近也做咱的老爸。所以对缘上近者，示现起来，缘上近者成道，道了后啦，由近而远，由亲而疏，对咱的亲戚朋友，对咱的手边隔壁，慢慢的，真就发挥出来。但是伫大人过程当中，会做到烦恼无？伫栽培饲小中间会烦恼无？是大人带会烦恼无？所以讲咧，你若所以甲你讲免断烦恼。你著早就算准啊！咱若即种的修法无大断烦恼啦。所以讲，地安英文修道免断烦恼，入在家庭中修，免离家，入在家庭中修。假使讲各位，咱若是当入家庭中修，咱的心意、甲咱的方法、甲做事起来，甲出家修同款的同等效果。所以讲咧，这点就是你的祖师伊修行的其中个之道。而且唔是干不修禅定不断烦恼哦，你的祖师的法门佫一个真特殊，无练神通，无练一寡奇怪显智之法，唔免。为什么来讲？因为这佛经内底记载得真清楚，释迦佛当时修的时阵，还佫有教伊的弟子爱练神定，有教伊的弟子爱练神定哦。所以弟子内底这个目定人是叫做神通第一，不咯？解空第一，师傅第一是解空第一，还佫有这个下流解空师傅的正门第一，还佫有什么第一内底其中伊有强调这个神通，强调这个神定。但是你的法门内底，你的做事的方法就无，
为什么无？我来这个原文念哦，咱讲去了解，你就知影讲无，看你就听到讲祖师讲爱去修什么法门。第一，伊讲佛告优波离，佛灭度后，哦，即摆佛就讲我若灭度后，即摆即个听好哦，毋是50个70万年后哦，是我若灭度后，我若开光后哦，我做地主，若有精勤修诸功德，威仪不缺。扫塔多地就是清扫佛堂啦，吼！以种灵香妙花来供养佛，行种三昧亲入正修来读诵经典，敢若这样了。如是因为就是讲像安尼个人啊，因为当自心虽不断绝，虽然伊无断烦恼，但是如一入通，哦，用常去念佛的名相，称弥勒的名，如是顶辈。若一念正受不界灾，修诸正业，发弘世愿，命中之后，一如壮士即心背正，就啥？即得往生都是多天。我念这段原文内底，根本就无去讲着爱练什么技法，无去讲着爱去做静坐，爱去做练什么法门无哦。那么伊讲得足清楚的啊，哦，就是讲咧，威仪不缺，行诸做法。这个威仪用我后来，坐有坐相，卧有卧相，睡有睡相。哦，行诸做法这个威仪用我后头啦，过来啦。这个行诸做法威仪就是讲咱日常生活啦，意思讲日常生活，把这个道融入去生活中啦。哦，所以过去道经讲有道没道，看你吃饭睡觉就知道。哦，就是咧讲你到底威仪修消气质有变化无？哦，有修到3年无变化气质，修到5年无变化气质。那就是啊，表示讲伊无咧修，伊无咧精进，伊威仪要好强。哦，所以讲威仪不管对于扫他多，就是讲清扫佛堂。哦，这可当然咱会讲着啦。哦，所以讲咧，过来就变成啊，这个人，跟他念佛的形象，念你的名，安尼，将来啊，若修诸正业，发一个弘世愿，发一个弘世大愿。安尼，这种人，若命中的时阵啊，命这个再见的时阵啊，多真个啥？先前迄个种树就是比较较勇的，下手比较较紧的，安尼决心安尼呢，决心背正，安尼就往生去到道登去。举办到证明会考后合照。哇，好棒，好棒！哈哈哈。对呀，没会。还没回家睡。不用啊。哦。那
变音啦，QP 啦。
天